渠，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算了，还是不说了。你快说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刚才我看见王校尉回府要来小姐这儿，没想到小维却阻止，硬要拉王校尉去吃饭，这摆明了不让王校尉来小姐这儿，太气人了。大哥心向小维，我难道还跟他明着争宠不成？小姐，你不与他争，他就事事处处针对你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你不懂，我有我的尊严。以前看着我爹的妃子们争宠，勾心斗角，我不想也和他们一样沦落到如此卑微的地步。你们在这里警戒。是。阿莲，郑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来抓妖的，你看见妖了吗？看见了，刚才就在这儿呢。在那边。啊！追！又让妖跑了。这是李府的后门。你是说妖进李府？糟糕，赶快保护静儿。嗯。奇怪，怎么好像有股妖气？姐姐，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在院子里干什么？我刚才感觉到附近有股陌生的妖气。妖气？这里除了你我之外，难道还会有别的妖吗？难道是那个弯心的野妖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感觉好生奇怪。姐姐，你就别管他了。我看那妖也没多大的能耐，不敢在李府兴风作浪的，也许只是经过而已啊。可是这个野妖杀的都是军中的将领，我怕王大哥会受伤害。姐姐，军中草木皆兵，王大哥的武功高强，足以自保。而且这李府里还有你我呢，再厉害的妖也不至于在我们眼皮底下害人吧？但愿如此吧。你说，他来会不会是为了李靖？你是说他和你抢金黄心窍？应该不会的，你别瞎猜了。李靖的身份只有你我几个人知道，这妖再神通广大，也不可能知道李靖的身份的。姐姐，你就是思虑太重了，先回房休息吧。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我怕李靖有危险，我去看看他。哎，姐姐！你说什么？妖进了李府？我和郑大哥亲眼所见，那妖进了李府的后巷。如果没进李府的话，可能是遁地了。不过，妖为何逃到李府外消失？他不知道李府是将军府吗？要么就是自投罗网，要么就是妖胆包天。那不会又是老妖吧？他又要……静儿，你不用惊慌，看那个妖的身形是个女子，应该不是老妖。我看见一个穿白衣的女子。可是，那妖为什么要进到李府来呢？还有一种可能。什么？那妖就是府里的人。府里的人？那会是谁啊？除了小维爱穿白衣服，还会有谁呢？小维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不会武功法术的。彩雀会法术，难保小维不会啊？除非隐藏得好。小维和大哥朝夕相处，如果他是妖的话，我和大哥早就危险了，不可能是小维的。他喜欢王校尉，当然不会害身边的人了。夫婿，不要乱说话。无论如何，小维不可能是妖的。可我倒觉得
芙蕖姑娘说的有道理，是吧，郑大哥？我之前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身边的这几个人，但是按照阿莲所说，那个妖的身形确实与小薇姑娘有些相似。那还等什么？先抓来问问再说。哎，稍安勿躁，这件事情不能那么快下定论。以小薇与王大哥的关系，我明天应该到军营先问问王大哥再说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？你要不信就问郑大哥，他也亲眼所见。王大哥，说小薇是妖，你肯定难以接受，但那妖的身形确实与小薇很相似。身形相似并非证据，你们怎么可以说小薇就是妖呢？王大哥，已经是4条性命被害了，你是边城守将，你可要秉公办事，不能徇私包庇呀！阿莲，别冲动。王大哥自有定夺。什么冲不冲动？难道要再害无辜性命吗？如果真的是小薇所为，我会亲手抓了她。你说小薇是妖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查证呢？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妨一试。小薇，王大哥有急事找你，让你过去一下。有何事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你去了就知道。走。王大哥找我，为何让你来传话？分明是你想试探我，看你怎么证明我是妖。走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哼，装什么糊涂？这4个人都是你杀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心里应该清楚吧？你要识趣的话，赶快招了。这些人不是我杀的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我要去找王大哥。站住！站住！王大哥也救不了你。识趣的话，赶快给我招了。阿莲姑娘，我对你处处忍让，可你不要以为我好欺负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人是我杀的？人证俱在。你们过来。是。你们看看，是不是他？没错，昨天晚上那个白衣女子就是她。你胡说！我昨天晚上一直都在府中，从未出府。你们为什么要诬陷我？王大哥在哪儿？我要去找王大哥。站住！你还敢说你不是妖？为什么你身上有灵力？戚夫人离开前，怕我有危险，给我施了防身法术。没想到你还挺会编的，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。是你自己抓不到妖，就诬陷到我身上。枉你还是个除妖师，真是太卑鄙了。好，妖和人的血不一样，你如果有胆，就让我试一下，便知道你是不是妖了。快让我过去！王大哥，你们放开我，我要去找王大哥。别叫王大哥了，如果你不是妖，就让我划一刀试一试，便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妖了。哎，王大哥，再忍一下，你要是现在出去的话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诬陷到我身上？我知道，你一直都不喜欢我们姐妹俩，嫌你师弟对彩雀太好，可你也不能血口喷人就诬陷我是个妖吧？你不是要我证明我是否清白吗？那好，我就以死证明，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个妖。你不要，小薇。王大哥，我真的不是妖，我没有杀人，是他们冤枉我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会伤害你的。王大哥，
你别相信他，他身上有灵力，正常人是不会有的。那是清夫人给的。那你叫清夫人来，我就相信你。阿莲，够了！难道你要逼死他才肯罢休吗？你，阿莲，有灵力也不一定是妖啊，慎重一点，别错杀无辜。王大哥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我师弟的葫芦是寻妖的法器，如果试一下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妖了。阿莲，不要再多事了好吗？王大哥，我是为了除妖啊，如果他不是妖，试一下又何妨啊？好了，王大哥，你也不要太为难了。他说的没错，如果我不是妖，那又怕什么呢？试试何妨？小薇，那是不是我试过之后，你就再也不会为难我们姐妹俩了？如果你不是妖的话，我自然不会为难你。那好，王大哥，那就试试吧。你欺人太甚，居然怀疑我姐姐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不许欺负她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姐姐？狼心狗肺，还要让她去试什么寻妖葫芦，让她受辱，枉我姐姐对你痴心一片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还有你，如果你敢拿出那个破葫芦，我们就恩断义绝。彩雀，我不行，不敢试，你做贼心虚吗？你才是贼！你居心叵测，存心害我姐姐。姐姐，我们走，不要理他们。彩雀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我没有怀疑小薇，是小薇自己要试的。阿莲这样做也并没有什么恶意的。你还说他没有恶意？他存心为难我们姐妹已经很久了，我们处处忍让，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们。你若真心相信我姐姐，为什么要答应让她去试？你根本就是心存怀疑。你都忘了吗？姐姐为了救你，差一点就瞎了。我师父还帮过你们，白眼狼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，忘恩负义。彩雀，这不怪王大哥，是我自愿的。姐姐，你这样一味的忍让，他们只当我们好欺负。小薇，不要试了。不行，必须得试。他要不是的话，只能证明他是妖。你才是妖！我告诉你，你连做妖都不配。那你敢不敢试一下？你敢不敢？别再说了，那就试试吧。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怀疑我们姐妹俩了。姐姐，还好姐姐有浮生的神力护体，我有夫人的灵丹掩盖妖性，我看你们怎么试。好，试就是，但我们怕你们啊！彩雀，对不起，你别怪我。灵宝天尊八海之文，土地麒麟令我通真。你念对了没有啊？念对了，你也听到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已经试过了，以后谁下敢冤枉我们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姐姐，我们走。小薇，彩雀，走开！姐姐，今天幸亏是夫人有先见之明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夫人，你没走啊？你姐姐的事情还没有了断，我怎能安心的走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那刚才阿莲羞辱我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我是要你看清她的真面目。人的本性是自私和多疑的，你对她一心一意，她却对你三心二意。她这一次会怀疑你，下一次依然会。所以娘是为了你好，劝你还是要清醒一点。不用你管，执迷不悟。如果你不愿意了断情缘，为娘替你去办。你要去干什么？了结王颖，他先是负你，然后又猜忌你，这样的男人留着他何用？我不许你伤害王大哥。小薇，小薇，你要是杀了他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娘。你在吗？就算你恨我一生一世，我也不能够让你再沉沦下去。小薇，我能进来吗？你别进来！小薇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的不信任一定会伤害你，
我不是来求你原谅的，只希望你别难过。其实我是相信你的。我之所以让阿莲试你，是希望他不要再针对你了。王大哥，你走吧，我姐姐现在不想见你，你别让她生气了。走啊！小维，我能进来看看你吗？求你把门打开，好吗？王大哥，我很累，你快走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小维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走就是了。我晚一点再来看你。孽缘，孽缘呐！师姐，都怪你，没有证据就去指证小维姐。现在好了，小维姐闭门不出，没人做饭，彩雀也对我横眉冷对的。本来好好的气氛，都让你给破坏了。我只是就事论事，你还敢指责我了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借题发挥，你就是看她们姐妹不顺眼，才会冤枉她们的。你再给我胡说八道！我才是就事论事，你不爱听算了，我要去找彩雀了，我走了。哎你，我捉妖不对吗？我要分清人妖黑白，难道错了？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，郑大哥。阿莲，我也觉得小薇他们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是我相信邪不胜正，你是除妖师，一定能够捉到妖的。嗯，我非要亲手抓到小薇不可。哎，彩雀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哎，彩雀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彩雀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吧。放开我！哎，我不放。彩雀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就是不要不理我。只要你能出气，我任打任罚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会照做的。真的？嗯。那你把葫芦给我。哦。哎，你要葫芦干什么？砸烂它。哎。可是，这样做不太好吧？你刚才不是说我要怎么罚你都没关系吗？你这个烂葫芦侮辱我们姐妹，砸烂它有什么可惜的？可是，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葫芦。如果我砸坏了的话，我就太对不起我师父了。那你对得起我吗？我也对不起你。要不，如果你想出气的话，你就拿这个葫芦砸我的头。砸就砸！啊！傻子，你怎么都不躲的？啊！只要你能出气，再砸都行。傻子。原来是你们！
郑贤弟，郑兄，郑贤弟，金顶玄天，万断山根止血口，急急如律令，破！怎么搞的？怎么越来越严重啊？师姐，这咒语好像不管用啊！他的伤口一直止不了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妖兵使用的兵器带有妖毒，若不先用法咒驱除，伤口根本无法愈合。当我给他施咒之时，感觉他体内好像有力量在排斥，这不合常理啊！恐怕这妖毒非一般的咒语能驱除。庞郎，那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的？这血如果止不住的话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那怎么办呢？郑兄是因为我而受伤的，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会恨死我自己的。三妹，这不怪你，别这样。那怎么不怪我？都是我害的。庞郎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他。知道，我会尽力的。你行不行嘛？要不我来吧。师姐，这妖毒比寻常的毒更加厉害，不如我们师姐弟联手试试吧。也好，你们先出去吧，留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反而碍事。庞郎，你一定要救他。我会尽力的。我们出去的。破！他当初放弃锦绣前程，千里迢迢来寻我，如今又为我受了重伤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起的。我让所有的人都为我做出了牺牲，而我自己……三妹，郑贤弟是个练武之人，身强体健，而且还有庞郎和阿莲一起救他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头上。相信郑贤弟也不希望你这么难过自责。可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那些妖兵也不知何时再来。大哥，他们究竟是何怪物？怎么比之前碰到的都要厉害？就连除妖辟邪的金刀都对付不了了呢？我也想不明白，那些妖兵不惧金刀，似有不坏之身，真不知道下次该如何应对。那老妖留下的妖咒，阴魂不散。如今又来了妖兵，难道我是不祥之人吗？三妹啊，别再说这样的话了。我已经请李将军加派人手守住李府，你放心，我也会亲自守夜，不会让你们出任何危险的。大哥，郑兄如今受了重伤，你可千万不能够有事，否则让静儿有何颜面再存活下去呢？姐姐，这妖兵是何来路？抓李靖难道也是为了金黄心窍？有这个可能。那你得赶快抓紧了，先下手为强，可别让李靖被别人劫了去。可我现在灵力不足，不方便出手。彩雀，这些日子得有劳你多保护李靖了，以免他落入旁人之手。杀不得，还要保护他。姐姐，你处处为王英着想，但他何时为你考虑过？他现在只知道紧张他的静儿。这样的男人，值得你如此为他付出吗？当你遇到一个真正喜欢的人时，你就会明白了，为他做什么，你都会愿意。我看你为了他都快变成菩萨了，实在搞不懂他究竟哪里好。那庞郎有什么好呢？如果他有危险，你能安心吗？姐姐，你干嘛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我现在跟他是势不两立，我才不会喜欢一个又呆又傻、好坏不分的笨蛋。倒是你得赶快想办法让李靖交出心窍，这才是关键。你别光说我，你还不是跟庞郎一样变得越来越唠叨？
放心吧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你的办法只要一遇到王英就不灵了。我看还是夫人最懂姐姐。姐姐，你就跟夫人和好吧，她都是为了你好。再怎么说，你们都是母女啊。彩雀，你不明白，她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狐族夫人，永远自以为是对我好，却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。姐姐的心思这么复杂，你不说出来，夫人怎么会知道？都怪我，我连个人都守不好，我还当什么除妖师啊？师姐，王大哥已经派兵在小镇方圆100里寻找了，一有消息便会来报。你放心吧。可郑大哥现在生死未卜，人都找不到了，你叫我怎么放心呢？师弟，你说是什么人把郑大哥带走的？你说郑大哥不会有事吧？师姐，你别太担心了。劫走郑大哥的人，若是想对他不利，何不当即就杀了，无需大费周章的把人给带走啊？也许是救郑大哥的人呢。救人怎么可能鬼鬼祟祟的，还把我弄晕了？肯定是有所图，不怀好意。不行，不能在这待着了，我得去找郑大哥。他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这辈子都安心不了。哎，师姐。二王子不必害怕，这就是妖的世界。世间万物皆有灵气，那些修炼成妖的灵物不计其数，而寻常人他们看不见这些，而你却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身上流着人与妖两者的血脉，既是人，也是妖。你胡说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我要离开这里。二王子，不要走。现在你的身上已经被我的妖兵兵器所伤，虽然我已经用自身的灵力为你疗伤，但是你还需要再疗养一段时间。
你既然要杀我，为什么又要救我？我为什么要杀二王子啊？啊？倘若你不去救那李靖，我的妖兵也不会杀你。我不会让你伤害静儿的。你看，你身上的妖性已经难以控制了。我刚为你解开封印，你已经开始发作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的情绪会越来越激动，人妖殊途。你想过没有？要是李靖知道你是妖，他还会接受你吗？你对我施了妖印，现在又为我解开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说过，但你不一定懂。我只是为了保护你，不想让万古族人排斥你。你也看见了，王英、李靖那些人对妖的恐惧和厌恶。要是他们知道你是妖，那么他们将排斥你。我不是妖！你对我施了什么妖法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二王子放心，我没有给你施妖法，是你自身的妖性在。二王子，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情绪激动，有嗜血杀人之欲？我没有，这不可能！我是人，我是人。我知道，你一时难以接受。不过二王子，你不必怀疑，你既是一个魔，又是一个妖。我告诉你，你是天命的七煞之星啊！只需要时机造化，你就能拥有改造天地的无边威力，以及统御三界的尊崇地位。你休想信口雌黄来骗我！你到底要害我到什么时候？你不明白我的苦心，日后你自会明白。此时不急，不着急。好了，你重伤初愈，又刚解了封印，还是先调养吧，安心的住在我这里。等我日后再教你一些控制妖性的法术，你就又可以回到你的朋友身边了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我回去帮你找那妖点，抓了静儿，取得金黄心窍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就知道，二王子打小就聪明伶俐，最懂得审时度势、韬光养晦。你知道吗？你要不这样，王后早就把你们母子给杀了。我娘呢？我娘现在怎么样了？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，再图日后。你就住在这儿，不许出去，免得让王后和族人看见，祸及到你娘亲。我怎么会是妖呢？王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王后，请放心，大王子无碍。我已派修炼好的妖兵前去捉拿李靖，不日就将取回金黄心窍。太好了，你总算用了点心思。既然已经有了妖兵，那孽种就没有用了。不如趁妖兵去抓金皇公主的时候，顺便杀了那个郑姬，以绝后患。我看这件事情还要从长计议，要一步一步的来。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救大王子的性命。我已经算好了，下个月的初5，
才能和大王子的生辰相合。到那时再取金黄之心，方能救大王子的性命。王儿，你再等等，你很快就没事了。正急，不杀也罢。等我王儿醒了，区区一个正急，何足畏惧？正吉他去哪儿了？去牢房找他娘了，坏我大事！嗨，他们说大王死了，是王后杀的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？你还在担心那个万古王？你不恨他吗？我，就算他负了我，但他毕竟是我的夫君啊。可他从来没有把你当作是妻子，你不过是他狩猎的时候捕获的猎物。他把你玩腻了，然后就将你弃之如履。你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了吗？你不记得当时你要自尽寻死，多亏我救了你，与你春风一度，有了吉儿，不然你早已是命丧黄泉。别说了，我求求你，放过他好吗？千万不要告诉吉儿，我求求你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不能告诉他？我告诉你，那个万古王，他不是你的丈夫。要论起来的话，我才是。这样你会害了他。放开我！我不会害他，我怎么会害他呢？他的身上流着我的血，日后总有一日，他会一统天下，苍生万灵，有无上尊崇的地位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看他们谁还敢轻视我？我不会让你和吉儿有任何的瓜葛。这一切由不得你，因为我是他的父亲，他的身上拥有我的血脉。这一切都由天注定了。好了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会让你和他，不是我们一家三口，好好的团聚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？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
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？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清晰，那回忆来清晰。